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这个房地产股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暴涨，有个不错的反弹。中国房地产报报道港股、内房股集体走高，花样年控股涨超12%。9月17日。港股、内房股集体走高，截至发稿前，花样年控股涨超12%，碧桂园涨超11%，世茂集团、中粮控股涨超8%，反正都有反弹这个皮裤掏棉裤必有缘故，说不定有什么这个小道消息或者小作文。但是不管是什么小道消息还是小作文还是真的出什么政策，大家要坐稳了。这个房地产股票就是反弹，每一次反弹实际上是那些深套的人一个自救的机会。恒大爆雷以后这房地产股就不应该碰，每次反弹都是你逃命的机会，因为这个行业对吧，它容不下这么多房地产公司了，这个是事实，不容分辨，对吧？以前2018年、2020年的时候，那是一年是20亿平方米的这个销售，那现在才多少现在是8亿，好像都卖不掉。你一旦买这些房地产股票，一旦被套住，你很难解套，因为它没有春天，没有未来，顶多有那么一两家公司未来会不错，但是你也不知道是哪两家，保不齐这两家公司现在还没上市呢。当然了，有传言这个房地产股票一个反弹是跟一则消息有关系，说中国监管放松跨境投资规定，吸引外资并支持房地产市场，也就是好像是外汇管理局出了一个什么规定，对吧？就是你换汇跨境换汇提供一些方便然后什么大湾区你先买房，然后再拿那些合同再去备案，然后很多人就把它解读成像这个境外投资人开放房地产市场，大概这个意思。反正这些房产中介炒房的人把什么都解读成利好，你感觉那外国人就排着队要到中国来买房，现在是被拦在门外现在把这门打开了，那你说这房子涨不涨吧？就是这么个逻辑但是你看今天这个国家外汇管理局专门辟谣了，我们念一下这个境外个人境内限购房令取消，悉误读，只是结汇支付优化。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在房地产政策相关内容中，一是缩减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在境内支付使用的负面清单；二是便利境外个人境内购房结汇支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强调，境外个人境内购房结汇支付便利，仅是在银行办理资金结汇支付时的审核程序优化，并未改变现行境外个人境内购房政策。享受政策便利的前提是境外个人符合房地产主管部门和各地购房资格条件。第一财经报道也就是专门来辟谣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给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在境内买房那你这个外汇进出的时候给你一个方便。我们简单理解就这意思。那咱们外汇进出不得有管控嘛，对吧？我们个人申购外汇换外汇只能换5万美金一年，那个境外个人把美金换人民币，它也有个限制。那现在就等于如果你要买房的话，那这个限制它就给你打开，应该这么理解。但是前提是你这个境外个人要符合国内这个购房政策。当然了，这个新闻这样一出大家就会去联想，只要那些炒房的人他都会往好处去想，他就认为这个你看现在就是势风向马上就要打开了容许外国人到国内买房，这个有可能你不能说没可能，但问题是你现在容许外国人来买房，你就是打开限购吧，那你这个外国人他就会来买嘛，也就是外国人他来买房的目的是什么？一是抄底，对吧？他认为你这个低估了，价格太便宜了，我不买不行；二是人家在这儿工作或者生活，或者是叫什么上学，他觉得租房住还不如买套房，你这么便宜，对吧？既然容许我买，你这300万的房子对他来说也就是40-50万美金嘛。那你现在想一想这两种可能现在符合的条件具备吗？第一种投资说我们房价便宜，他来投，对吧？10年以后再卖掉，或者5年以后卖掉，赚得盆满钵满，这个不现实。为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这个你看现在相当于就是叫什么？就是你外汇进来容易，对吧？我给你便利，保不齐3年以后我出去，你不让我出去怎么办呢？也就是咱们这个外汇是管制
制了嘛，对吧？进来容易出去难，对吧？中国赚钱中国花，一分别想带回家，人家肯定担心这个。同样是投资啊，那人家为什么不在香港投资？香港外汇是，对吧？它联系汇率，它没有管制，你进出自由。那我就是说啊，如果要投资的话，那人家肯定首选香港啊。所以说不要自作多情啊，就是投资这块，你要真看到什么外资啊，外国人跑到香港去买房，那说明这有看头，说明确实啊，咱们这资产恐怕在老外看来低估了。那人家首选也是香港的房子，香港早就放开了，对吧？去年前年就放开了，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到香港买一套，也没见香港房子涨起来啊，也没看见全世界的人跑到香港去排队买房啊。对，香港的房价还不是在回调吗？所以说第一个，你就从投资角度来说啊，这也不现实，对吧？不要瞎激动，即便是啊放开了，允许境外这个人来咱们这买房，那也不代表你房子就会涨，不代表别人就会排队来买，这是投资啊。那自用呢，对吧？你不能说有人，你比如说海外的一些企业的高管或者员工，他在咱这上班，那他租房，对吧？一个月5、6千、7、8千的租房，他觉得我不如买房。这个在过去10几年里面是很多的啊，他们在上海、在北京、在青岛，甚至在西安买房。但现在不是这些低质量的外资都走了吗？对吧？留下的是高质量的外资，高质量外资他人少啊，他买不了多少套啊。所以说无论是投资还是自用，你别指望着目前啊这个外国人，对吧，能进来拖一把，现在看不到。记住了啊，就是外国资金啊，外资他如果要炒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他一定是进那种就是资金进出方便的，没有管制的。你这个管制，他进来出去他都被限制，对吧？就好比咱们，对吧？很多企业跑到印度去，你在印度，你老实在印度做贡献，对吧？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那小米在印度是吧？好像一个40亿吧，先转出来被人家冻结了。那至少说明印度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市场，说我在那炒一把我就走，你倒是走得了吗？咱们再退一步说啊，从全球方位来看，喜欢炒房子的好像就是中国人或者叫华人，到哪儿房子就涨价，到哪儿他都买房，就是华人最喜欢买房。实际上美西方这个老外他们好像没有那个买房的这种文化，就是买多套房啊。那咱们华人尤其中国人买3套5套的不觉得多，10套8套也可以，对吧？每个城市买2套1套都没毛病，这个恐怕跟文化有关系，对吧？皇帝都喜欢到处有行宫啊，夏天一个地方，对吧？冬天一个地方，秋天一个地方。这个美西方老外对买房子这种执着的劲头啊，恐怕没有我们这么厉害。我们再看看这个万科啊，我看有网友说啊，万科又借钱了。财联社9月16日电，万科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不超过20.64亿元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本金与利息，借款期限不超过3年，利息为每笔借款提款日前1工作日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66个基点，大概是2.几%。那可是真的是很低啊，比你的按揭贷款还低得多啊，对吧？咱们现在一套房按揭贷款基本上在3.1%左右，你这万科人家跟大股东借钱，利息是2.3%，你说气人吧，对吧？人一借20亿，利息只有2.3%，你吭哧的吧买套房，按揭贷款是3.几，这充分说明啊，这个按揭贷款利息还是可以调的，对吧？韭菜想占点便宜真不容易。这个万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么借，我相信啊，如果这照着深圳啊国资委还有深圳地铁这个决心啊，这个态度，他肯定是一直借钱给这个万科啊，这个子弹是无穷的。但是问题来了，你可以把他的金融借款给他扶住，给他兜住，但是这个利息万科要付啊，就是你可以不让他爆雷，对不对？这不债这个借新债还旧债，完了这个3年到期了之后，我再续，就是我不急着让万科还，但是那万科要还利息，这是第一个，这利息是成本，虽然再低啊2.34%，那也不少钱呢。这第一个，第二个，万科的房子卖不掉，万科手上的房子还在减值，手上的项目也在减值。对吧？那也就是万科恐怕未来还要亏损，每年的亏很多钱，然后他自己不能造血，他房子卖不掉。也就是说，你大股东啊，你可以把他的金融借款给他辅助，那他日常开销呢，以后人吃马喝的发工资，这大股东解决不解决？对吧？那员工社保，有的地方场地租金、水电费窟窿是越来越大啊。那万科的那些应付账款，供应商的钱、承建商的钱，大股东管吗？大股东不管，那未来他付不起，那人家就要告他呀，就要起诉了。所以我说啊，能救这些开发商的只有韭菜啊。
只有韭菜啊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去买房，他们才能得到解脱，真正的得救啊！你说大股东救他呀，那顶多是给他延几年，对吧？万科这么大的企业，每天一开门要花多少钱，多少人吃马喝的，完了他房子卖不了，他没有收入，没有利润，完了还贬值，对吧？你家底再大也被掏空了。今年啊，深圳地铁已经给万科借了260亿，还能借多少？我们再看啊，这个中指研究院呢，关于上海的楼市啊，2025年1到8月，上海全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695万平方米，同比微降4%。8月上海新房成交79万平方米，环比增长1%。哎，8月份比7月份啊，新房还增长了1%，同比比去年下降17%，同比降幅较7月收窄9个百分点。二手房方面，1到8月，上海二手住宅成交14.9万套，同比增长15%。8月二手房成交16601套，环比下降4.5%，同比增长3%。总之啊，上海的这个新房、二手房成交啊，可以说是比较奇葩呀，在全国都是独树一帜，主要是豪宅啊卖的太多。说到上海啊，我们经常说啊，年轻人要去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工作机会多啊，但是呢，对应的啊，那个北京、上海生活成本也高，比如说买房。今天晚上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的标题就叫在上海月收入不到4000是怎么生活的。我看到一个女博主啊发，她说啊，她是27岁，上海硕士牛马，每个月工资还是7300，到手7300啊，就是扣掉那些乱七八糟的税啊、社保什么的，到手7300，每个月实际能存下多少呢？大家看视频啊。在上海月入7300，一个月实际能存多少钱？前面的视频提到，我月入7300，活得舒服的情况下，每个月至少也能存2000。很多人不相信，这个视频就来说说这个钱是怎么无痛存下的。我和男朋友前2个月开始同居，3000元租2室，我的部分就按1500算，水电煤平均150一人。之前一个人租隔断单间也是这个价格。早饭吃的少，去超市买各种袋装早饭和面包，出门前热一下，一般消费5元以内。中午食堂15元一顿，晚上简单外卖或者做饭，每天吃饭控制在35元。周末睡到自然醒，一天2顿，每周还会安排外面吃，也爱喝奶茶，一个周末消费200元就很滋润了。我一个人住的时候，加上水果零食，平均每月伙食花费1800，开车上下班，一个月油费和停车费400肯定是够的。偶尔去市区坐地铁公交算100元。衣服化妆品少而精，以百搭和网购为主，每个月留500用来满足装扮欲，留300用来购置生活用品。以上是我一个人一个月需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开销，共计4750元。按7300工资算，每月还剩2500，所以上海的成本是高，但有计划的花钱，依旧能保证还不错的生活质量。月薪7000存钱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当然了，这并不包括大减支出、旅行支出以及人情往来等，但这种事不是每个月都有的。如果想要在这方面又有花钱的自由，月入7300是远远不够的。和很多沪漂打工人一样，过好当下，但不安于现状，这才是我们留在上海的意义。我觉得啊，这个27岁到手7300，完了之后他每个月还能攒2000多3000块钱，我觉得这个确实匪夷所思啊，就是他确实太节约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就像一个非常精确的那个器啊，对吧？早上就是几块钱，中午几块钱，晚上几块钱，每一项算的都很清楚，就是不能有一点点冲动消费啊。他就这么省啊，一个月能省下2000多块钱，那2000多块钱冲动消费一下就没了，所以他得保证每个月都不能冲动，这也不容易啊，挺难想象的。但是从他这个描述来看，他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挺稳定啊。但是上海本地人啊，他也有另外一番说法。这个有一位上海本地的大爷啊，就谈这些外来打工者困境。大家看视频啊。我们外地人，你要在上海、在北京地方，你要买房，我现在都活得像狗。现在很多人大学生活得比狗还不如。要做房什么也没有，又找房也找不到，房子也买不起，夹缝到头的混了30岁，这也混不明了，很难的。我在北京待了10几年，这辈子最大的收获你知道是什么吗？2002年、03年、04年、05年，北大、清华、人大，我就看报考状元，看了几年，后来看了不看了，没什么看。这为什么？因为这个外地人读书啊，你考到北大、清华，看起来很光荣，在乡下，其实到了北大、清华，一个时间一谈没什么，还有本地人。条条道路通罗马，人家是生在罗马，生在北京啊，像条条道路通上海一样。我生在上海，那上海人无所谓啊。退休金，这个年轻人搞个这工作的搞有房，父母的上海人，那活得心疼的要死。
就是外地人啊想挣钱，大部分这个没挣不到钱。你别看到这个陆家酒店的对吧，很干净啊，好像好坐在点书对吧？大部分都混得不好，那个3万块钱上山，在上海5万块钱都没什么，也没什么，买不起房啊。上海1000万的房子没什么好，1000万啊，都很普普通通的，还没有好地段。你像南京西路、南京东路那些地方，你去买这看啊，至少要2500万。那还好，这个大爷说的也是实情啊，句句肺腑，但是很扎心啊。有人生来就在罗马，对吧？你还找条路去罗马。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大爷说的略显颓废了。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啊，你也只有北京、上海，他才能提供这样的舞台或者是工作机会要多一些。如果你不考虑买房的话，不考虑房价，不考虑买房啊，那在北京、上海，对吧？这些一线城市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要考虑买房，那你就得更努力，那个压力就大得多。现在呢，不买房租房其实也可以，这个咱们以前节目说了啊，对吧？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你到35岁你就找不到工作了，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上海或者深圳或者北京能干到多长时间，对吧？如果35岁你不仅能找到工作，还能上个台阶，那对吧？你完全就应该买房。如果35岁找不到工作，别说上个台阶了，那这个时候你恐怕也攒了点钱。你刚才那个人啊，7000块钱一个月，还能攒个2500，这个时候你恐怕就要去。如果上海、北京已经找不到工作了，没有合适的工作，那你只能去那些成本低的城市，比如国际大都市郑州，对吧？那城市也不小，也很现代化，但是房价便宜啊，对吧？7、8千一平米就能买到不错的，对吧？买个100平的就7、80万嘛。如果你觉得这个还贵，那你就往什么惠州，对吧？广东什么清远，对吧？那些地方环境也还不错，气候也不错，那房价更便宜。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年轻人是跟着工作走，哪个地方能提供工作机会啊，能够提供高薪工作去哪儿？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啊，为了吸引人去买房，开始给补贴。你比如说啊，这个福建晋江市，为了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晋江将于2025年9月22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开展新建商品住房购房补贴活动。这个我看了一下啊，它是补贴买140平米以下的房子，每套给你补贴5万块；买140平米以上的房子，每套给你补贴3万。然后什么2孩家庭，可以给你再多1万块；3孩家庭呢，可以多2万块补贴。人家这是真金白银的给钱啊，补贴。我想啊，这个现在各个地方城市啊，它这个旧房市的措施已经出完了，对吧？什么解限购啊、限售啊等等啊，能出的都出了。现在要按旧楼市啊，也只能是补贴了，真金白银的补贴。最后啊，我们再看一个网友留言呢，有个网友说他自己啊买房和卖房的经历啊，那标题叫大家买的房子都跌了多少。他说我昨天刚刚卖掉自己的房子，他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呢？2017年买的，多少钱买的呢？360万，8年前啊，360万买的，加税加装修，就把杂七杂八全加上啊，总价是400万，就是买到手啊，搬进去住400万。这个当然他装修，他说他是非常简单的装修，简装。省钱。2017年拿到手之后啊，自己住了4年，就住到2021年，然后他就搬出去了，那房子出租，租了4年，每年租金是6万块，也自己住了4年，然后出租了4年，那个4年租金是24万，对吧？这个作者说啊，如果把他自己住的也算租金，那么就是他8年就是一共是48万的租金。那他这次卖了多少钱呢？是以350万的价格卖掉，也就是他这个买的时候贷款90万，还了2年，还了50万，然后留了40万呢，是用公积金慢慢还，利息他说算了一下应该有10万。所以他在这套房子上面啊，2017年买的房子，8年以后卖还亏了20万，这也够惨的吧？2017年买的。他这房子2021年价格是最高，达到了550万。作者说他想卖，但是他们全家都反对，一致反对，不准他卖，因为房价还要涨。他2021年应该是改善嘛，对吧？因为他就住到2021年就搬走了，恐怕要买个大的，所以他要把这房子卖掉550万，但是家里人不同意，所以他就拿来出租啊，550万没卖，现在是350万给他卖掉，净赔20万，对吧？这样的故事有多少？有多少人跟他一样？还有一个人留言啊，说他是为了小孩上学买老破小，2019年买的老破小，260万，首付140万，贷款120万，装修15万。2019年买的，2023年挂牌320万没卖掉。这个他那房子最高是涨到380万，大概是2021年，结果他2023年320万没卖掉。然后他呀觉得这个房价恐怕要加速下跌，所以他果断止损啊，出价260万卖，因为他买的时候就是260万，还装修还15万呢，所以他也不管了。
呢，2024年直接从320万降到260万去卖，就是给他底价了，这是他的心理底价啊。哎，果然有人买了，买家把定金交了之后，结果啊，买家后悔了，不要了，不买，所以这哥们得到了20万的违约金，但是房子没卖掉啊，他得了20万违约金啊，结果他还挂牌技术卖不掉，上个月以230万的价格出手了。你说说吧，这就是说人家给他赔20万，他还惨，也就是上一个买家啊，这宁愿赔20万，20万违约金不要了，人家也不要这房子。哎，你表面上看他好像赔了20万，实际上人家减亏了。如果他买了的话，260万买的话，那现在只能卖230万。关键啊，这哥们说他不房子相当于卖了2次吗？2次中介费加到一起要7万，也就是这个房子啊，2019年买到他卖掉，就是算上违约金，他还赔了30多万。对吧？这样的故事在网上很多啊，现实生活中更多。但是这些买房的人啊，说的都不是北京，因为北京呢，一般的房价最高点就是2017年，就那个海淀和这个东城啊、西城啊这些地方例外啊，它好像一直在涨。但是北京这个，比如说是3环以外、4环以外，尤其是通州还有南城，最高价就出现在2017年，然后从2017年一直在跌了有8年，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高点不是出在2021年。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